本人速看客家名录学院明日一客语新闻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妃18月29號來到復發國際文教會館，參加114年度北區學習期嘅客語教學同協同合作工作坊。顧主委表示，特別感謝所有投入客語教育嘅野道先生，除咗鼓勵大家持續精進能力以外，也希望進一步影響順項有意願嘅人，向下加入推動客語學習嘅行列。北區研習工作坊活動主要以基隆、宜蘭、台北、新北、桃園同新竹大道地區嘅相關學校、幼兒園等相關教學人員為主，名下錄取103人參選。客家委員會表示，未來會持續同地方政府還有幼兒園合作，透過職能提升教學資源提供同組辦方案，支持教育現場推動沉浸式同生活化客語教學，本身人類在自然環境地背快樂嘅來接觸客話，並語言傳承打好基礎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會教大家今晡日嘅明日一客語就是學生嘅愛認真學習，學生嘅愛認真學習，唔學為盲。下一拜章來了。